清肺療法，恢復青春的笑化現象。下，原有的病消失，要得的病也不了了之，真正的無病歲月才算開始，這才是免疫力的完成階段。擺脫老年，回到中年，這就是返老還中的奇蹟，也是拉開健康百歲序幕的福音。徐孝石，清肺回春的人們。現實中，一位94歲的肺纖維化患者在接受清肺治療21個月後，容貌變成60多歲時的樣子，自身多年的頑疾一掃而光。從痛苦中解脫出來後，他親自前來表示感謝。另一位90多歲，得了50多年哮喘的老大爺，隨着呼吸系統恢復正常，皮膚也變好了，臉上的老人斑全部消失。他一進診療室就開始行大禮。生活在首爾如意島的一位98歲患者，尿液呈紅色，因身體疲倦，整天臥床。在接受6個月的清肺治療後，尿液變清了，沒有疲勞感。兒媳婦說媽媽的健康有明顯好轉，這次要去菲律賓旅行，讓我多開2個月的量。另一位70多歲的嚴重便秘患者，一周只能便1次黑色大便，有時甚至10多天才能便1次，渾身是病，沒有力氣，只接受了3個月的清肺治療，就邁着輕鬆的步伐找到我，開心地說：院長，我現在是想便就便啊。如上所述，通過自身免疫力的提高以及微生物的協助，人體的免疫力才算完成工作。有了這樣的免疫力，就如同得到神的祝福，人就不會生任何病了。原有的病會消失，要得的病也不了了之。這樣真正的無病歲月才算開始，這才是免疫力的完成階段。擺脫老年，回到中年，這就是返老還中的奇蹟，也是拉開健康百歲序幕的福音。至今為止，醫學界一直在尋找治病之藥，但所有的藥只是緩解症狀，而非根治的靈丹妙藥。但如果我們的免疫力成就了，那麼眾多頑疾患者中都會有無數人得以根治。實際上，通過扁康丸清肺，已有5萬多名鼻炎患者、3萬多名哮喘患者、4萬多名異位性皮膚炎患者、3萬多名 COPD 和肺纖維化患者，切身證明了免疫力奇蹟的真實存在。回春莊扁康桃園項目，我為此深受鼓舞，並構思出了扁康桃園項目，以期讓33位90歲以上老人都能健康的活過100歲。生活在扁康桃園的老人們經過2年的清肺治療，老人斑消失，皮膚清亮富有光澤，所有人都變得年輕，成了60多歲的樣子。不但是皮膚好了，接下來骨骼也出現了變化，骨密度增加，大約經1年2個月，骨頭就不會輕易骨折。即使是因為骨質疏鬆症而滿是窟窿的骨頭，在肺功能完全恢復後，骨頭也會像秋天的白菜一樣，密度增加，變得堅實。90多歲的老人即使嚴重跌傷，也不會骨折，這有多神奇？人體的表面與內裏都一樣健康，這也正應了表裏相應那句話。同時，五臟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。如果肺好起來，緊接着心臟也會好轉，這時心律不齊的症狀就會消失。吃了10多年的心絞痛藥也不用吃了，防戰消失了。不知不覺間，不暢的冠狀動脈旁邊又生出8、9條小血管，這是新的扁康血管出現了，再也沒有膽戰心驚的必要了。接下來，心臟的子臟腑、腎臟功能恢復，腎臟恢復健康，腎臟就會將血液淨化乾淨，大致6個月後，全身血液就會得到淨化。此後，一切酸麻疼痛的症狀都會消失。下一步，腎臟的子臟腑、肝臟就會好轉，脂肪肝消失，甚至連肝硬化都會奇蹟般的痊癒。表裏相應，五臟依次都會變年輕。乾咳肺部有結節，服用後症狀消失，神清氣爽。我是住在美國洛杉磯的黃女士，今
今年62歲。在2014年我患上了慢性咽炎，開始咳嗽，每次咳都要持續幾分鐘，腦袋、胸腔都痛，像要斷氣的樣子，很長時間才能平靜下來。儘管咳得很厲害，可什麼東西也咳不出來。去看醫生，做了 CT 檢查，顯示肺部有黑點，也就是肺結節。但是家庭醫生說，沒有任何藥可以給我吃。另外，因為長期在辦公室操作電腦，右手腕痠痛難忍，成了鼠標手。眼看着自己的身體每況愈下，還經常感冒，真是身心俱疲，苦不堪言。2016年5月底，我看到了扁康丸的廣告，上面介紹清肺的治療理念，感到很有說服力，決定試一試，於是開始服用扁康丸。服用1個月左右，咳嗽就開始減少，隨着不斷服用，逐漸身體狀況越來越好，心情也變得開朗起來。服用1年多，我一次感冒也沒有，特別是那種像要斷氣的咳嗽，再也沒有出現過，連老人的鼠標手也消失了。2017年7月，我到醫院去檢查 MRI 核磁共振，顯示肺部的黑點已經沒有了，真是太神奇了。扁康丸讓我的身體有了一個根本的改變，我感覺整個人神清氣爽，人也越活越年輕。過敏性鼻竇炎好了，風濕痛減輕了。我是來自美國紐約的陳太太，今年66歲。我從小就有過敏性鼻竇炎，鼻涕倒流，還有類風濕，也記不清從什麼時候開始，每天早上4點左右都會因鼻子不通氣，鼻涕多而別醒，難受得坐到天亮。由於睡眠不好，白天沒精神，記憶力也受到了影響，還有類風濕導致全身關節痠痛，每天都生活在痛苦中。2015年4月，我開始服用扁康丸，剛開始沒有太大效果，但是聽到很多服用過的人都說效果很好，就堅持服用。3個月後，鼻竇炎有了明顯好轉，鼻涕減少，服用到5個月時，基本不會有鼻塞的症狀，睡眠好了，人也精神開朗了，風濕痛也減輕了，不再像以前那樣周身痠痛。真的很感謝扁康丸。徐孝石院長簡介：徐孝石院長是著名韓醫學代表和扁康丸創始人，一生致力於傳統醫學和呼吸系統疾病的研究。根據傳統韓醫學理論，肺為五臟六腑之首，肺部積熱導致了鼻炎、支氣管炎和皮膚病等疾病。扁康丸能徹底清理肺部積熱，從根源上解決哮喘、鼻炎、皮膚病、重症肺病等呼吸系統問題，已經使全世界16萬鼻炎、哮喘、皮膚病和重症肺病患者恢復健康。徐院長是新唐人電視台52集大型電視系列專題節目《走進韓醫和神醫再現》的主講人，著作包括《扁鵲鳥院在扁康世界人的健康保鑑扁康傳統醫學奇蹟》等，在全世界華人中有巨大的影響力。扁康丸全球服務中心，諮詢電話：北美800-210-5501，台灣02-7753-8122，香港852-3892-8241，歐洲4420-3923-2740，新加坡65-6797-6924，澳大利亞1800-066-099。網站 www.pyeongchang.us， 郵箱 pyeongchang.us@gmail.com， Line ID @pyeongchang.us， WhatsApp +18002105501。Unsubscribe. This message was sent to Lisa007811@gmail.com from Pyeongchang, US 229 West 第28 Street, 6th floor, New York, NY 10001。